喺我哋呢度睇關於腸道即係便秘問題嘅人啦，其實有10個有10個咧，都係因為鎂質唔夠。無論係即係後生仔又好啊，年紀大嘅老人家又好啊，其實佢哋好多人都係鎂質唔夠咯。咁而相對嚟講咧，便秘嘅問題，女性係會比男性咧更加嚴重嘅。第一個就係同呢個嘅經期荷爾蒙有關係啦。第二個咧就係女性咧個盆腔咧係比較細啲嘅，因為咧我哋個子宮都係喺個盆腔入邊噶嘛，所以變咗條腸嘅位置咧係少啲嘅。咁所以咧佢會出現一個9曲13彎嘅咁嘅情況咧。咁所以相對比男性嚟講咧，係更容易出現呢個便秘嘅問題。咁同時間，如果女性成日都會出現一個嘅經期前後有一個失眠啊、經痛啊、胸乾胸脹嘅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哋個便秘嘅問題咧更加容易會產生啦。